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話說之前中秋 Alphas 唔係好想整片，今日嚟找數，剩返一個路線介紹系列。不過今次唔係陽光群島，而係香港巴士嘅路線介紹。想我繼續整呢個系列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想訂我嘅鎖匙扣嘅話，就即刻加入 Discord 伺服器啦。係咁唔講廢話，我哋即刻開始。今日要介紹嘅路線就係尚德睇樓團296M。喺講呢條路線之前，先嚟講下佢嘅前身296。呢條路線來往康盛花園同埋尚德邨，途經寶林同坑口。喺1998年投入服務，跟住下一年就改為循環運作。喺2000年九巴作出咗一次大改動，就係呢條路線兜埋坑口先過去尚德，即係同而家嘅296M差唔多咁嘅樣。去到2002年，為咗迎接將軍澳線通車，296更改編號做296M，總站就冇改，不過就要兜埋寶林總站、坑口站同埋運亨運龍路。不過佢嘅改走線之旅仲未結束，就喺同一年嘅11月，行車路線嘅順序已經大洗牌，改為雙向來往康盛花園同埋坑口站，跟住先行寶林，再去尚德，最後先到坑口站。2008年坑口方向改經寶康路，跟住再加多個站。2012年九巴因應區議會要求喺康盛花園方向加停恩明苑站。2014年坑口方向加設富寧花園站。2017年康盛花園方向增設寶康花園站。當然加站唔係問題，不過呢條路線加下已經有16同22個站，仲要唔係講緊荃灣西同錦上路呢啲距離好遠嘅站，成條路線冇離開過將軍澳、坑口同寶林嘅範圍。諗下佢開線嗰陣，兩邊加埋都係得18個站，所以呢條路線俾人戲稱尚德睇樓團。呢條路線4架掛牌車唔係一般12米巴士，而係2架短陣、2架單層。不過呢條路線曾經有丹尼士3叉戟同埋富豪超級奧林比安做掛牌車。不過要提到嘅係呢條路線係坑口少數區內路線，所以呢條路線喺之前客量其實都唔會特別差。直到2015年將全線290開辦，除咗吸晒坑口同將軍澳去荃灣同埋荃灣西約啲客之外，九巴都冇放過將軍澳區內啲客。喺寶林同坑口沿途增設拍卡機，等啲人可以長車短搭，短途分段收費，同296M嘅全程車費一樣。加上290仲有290A，都少咗好多冤枉路。唔似得296M用大包圍戰術，同埋人哋班次係密啲，所以296M嘅客量受到衝擊。結果而家嘅班次去到30分鐘一班，夜晚時分更加去到40分鐘一班。作為1998年尚德邨入伙嗰陣第一條區內線，296喺當時做到15至20分鐘一班。後嚟1999年將軍澳醫院啟用呢條路線，因為客量增長改用雙層巴士，但係就開始有專線小巴增食，加上當時轉乘優惠概念比較薄弱，居民寧願放棄轉乘優惠去搭小巴都唔搭呢條296，所以佢嘅客量多數都係學生客、長者或者轉車客。加上改咗循環之後，成條路線嘅行車里數去到17公里，而出名長嘅十仔循環來往彩雲同埋大角咀，漫遊黃大仙同埋九龍城，經埋窩打老道都只係20公里，更何況296從來冇離開過坑口將軍澳同埋寶林嘅範圍。結論就係將軍澳線通車之前296已經超級兜路，而將軍澳線通車之後296M 就更加非同小可。首先兩邊方向站數同埋里數已經唔平均，296M兩邊嘅平均里數去到10公里，
作為一條區內線，已經非常兜路，所以呢條區內線好難發揮到佢接駁地鐵嘅作用，班次都密唔到去邊。可能有人話喺以前呢啲路線要兜多啲路先有得做，我哋不如放遠少少睇。喺將軍澳線通車嗰陣，寶林站同埋坑口站嘅接駁工具已經俾小巴取代，但係九巴仍然堅持將296包裝成為接駁地鐵嘅路線。本身班次已經唔夠人，加上都咁多路，就得失咗寶林同坑口嘅人，所以上得睇樓團呢個名就係咁嚟。今集就嚟到咁多，鍾意我條片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想訂鎖匙扣嘅記得加入 Discord 伺服器訂購啦，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